咁啊，終於玩到 integration 嘅遊戲啦，咁樣咁啊，先玩啲簡單嘅先。嗱，咁個 format 就係咁嘅樣啦，一減 tangent x 除以一加 tangent x。好老實講，我對 tangent 咧就唔係好熟嘅，但我對 sin cos 又熟啲。咁所以我不如咧就將啲 tangent 啊轉化成即係 sin cos 咁樣去表示會好啲啊。咁所以就會變咗咁嘅樣。咁去呢個時候啊，嗱，突然之間出現咗個分數式喎，喂，分母係 cos x 喎，咁又唔係咁好睇啊，咁我哋不如即係分子分母同時乘以一個 cos x，咁又去走呢個分母啊，好唔好啊？咁啊好啊，去到呢個位點樣做落去啊？我希望大家觀察到一樣嘢，其實就係話你 D 呢嚿嘢咧，你 D 呢嚿嘢，其實佢係變咗咩啊？佢係變咗 cos x 減sin x 係咪 ？cos x 減 sin x， 喂，咁咪同分子呢個一模一樣啊！咁所以啦，佢就即刻可以寫成 d cos x 加 sin x 啦 ，over cos x 加 sin x。咁你最終答案咧就顯而易見啦，就係變咗就係咁啦。咁啊做完啦。